来看有300栋历史的台中丰原的朱济宫哦，因为造桥要甲大门的石条龙条搁再油漆，外界批评讲安尼做是破坏古文物。今仔庙方就宣布讲暂停油漆，要来进行修复的工程。台中市的文资处是表示讲哦，因为朱济宫毋是文化资产，市政府是尊重庙方的处理。 台中丰原朱济宫已经有300年历史，庙埕头前这对石头刻的龙条，因为11月要做石，8月决定要甲渐渐风化，有106栋历史的龙条搁拆过，所以引起文化界批评。日一庙方宣布暂停油漆工程，会改予台师大学者陈义康组专业团队负责清理修复。 当初的用意可能就比较单纯就是说为了防止风化来做这样的保护。但是呢，在整个技术层面上，受到质疑。我想我们虚心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指教。酒精和丙酮去做清洁，那酒精和丙酮对食材来讲是比较温和的，并不会去伤害到食材，以及食材上面它本来也有一些颜料。 修复团队表示，按算用酒精甲冰冻较温和的方式去除油漆，有信心恢复石材原貌。有计6个月完工。台中市文资处表示，朱济宫虽然有300年历史，不过庙方毋捌报古迹甲历史建筑，嘛因为龙条是建筑的一部分，嘛袂当指定做文物，无受文资法规范，无法度干涉。不过会提供专业师傅名单，互因做参考。 并不能单独移动，所以它不是古物的范畴。那既然不是古物的话，它是属于我们整个庙的构造之一。那因为庙本身也不是文化资产，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尊重庙方的一些想法决定。其实文资法是个人的可以哦，个人或民间团体可以向慈济宫、向文化局提出慈济宫是古迹或者是历史建筑。 文书工作者呼吁，地方文化人士甲民众都会当主动甲市府提报朱济宫做文化资产，维护100年古迹。文资处强调，朱济宫已经整修过几届，若收到提报申请，会送审计委员会审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